来看环保团体不办环境部公告讲，会当设环保金炉等方式来拄空气污染的排放量。早起开记者会，要求讲爱撤销这公告。环境部是强调，这是行政规则，会当过来做修正。 各界要求废止新修正的空污排放将量底换处理原则，环团无法度接受。工厂离当地污染增加的空污排放量，煞会当走去离岛减量，或者是协助汰换老旧机车，设环保金炉来取代，认为伤过离谱，要求环境部长落台。让南部人吸毒、贵毒这样的政务官，失德啊！真的是失德，失德！谢武胜下台！ 下台！下台！环境部中省行政规则无废止问题，但承认迄时阵无邀请所有环团是缺失，嘛强调1月中会阁加开北中南3场说明会，收集环团甲环评委员意见，必要时阵做修正。金炉的部分有异议，那我们要么就把它这个所谓的这个基准，把它弄得更清楚，好，要么就我们暂时呢把它做这一个其他方式的替代。 另外，有看到供电开发引发问题不断，有环评委员认为应该将供电的开发案全面纳入环评认定范围，环团嘛表示认同。比如说优良农地，或者是生态保育区，或者是国家级重要的一个湿地，本来就是要做环评的，那没道理说光电这个可以，就是一个免死金牌，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对的。会去斟酌后续它的一个所在的一个敏感的区位，那以及它的规模。 那纳进去，我们在今年会检讨有关于环评认定标准的一个范围。环团认为，供电开发案无经过环评审查，特别有保护环境佮保育生态声音入来。现行的评估标准伤过单一，认为纳入环评立法制化了后，才会当迫使政府机关来重视生态价值，毋是现阶段拢是以经济开发为主。记者林正明、谢基文台北报道。